蔡总统接受专访，宣布要参选连任了后，中昼伫总统府内发表回笼谈话，向民众来说明。2008年我做民进党主席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民进党恐怕20年内都站不起来。那2016年我做总统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哦，恐怕经济保一的经济成长力也很困难。不过我们也都一关一关的克服了啊。那我要讲的是说，民调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啊。那我们从来也不缺被人打压，好。那我们就要以强烈的意志力来克服我们种种的难关。那我相信我们终会克服这些难关。那么至于将来在竞选总统的这条路上，谁会一起参加？好，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竞选总统的。啊，我们一人竞选总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啊，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想做一个总统替国家做的事情跟人民讲清楚，而且我们全力的往前走。